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新。咱今日要来讲到台积电，讲到台积电，会使讲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真厉害。但是呢，其实唔是出事就天注定，人才配合政策策略，就踏着时机，才会探出相关产业呢通斗市。毋过，敢是从此以后安乐会食袂大呢？咱下一个护国神山在哪里？是电池系统，是力量，甲什么呢？今日全盘开破在今日。咱来小解到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张教授张庆玉张教授。朋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是咱资深的媒体人蔡玉珍蔡姐。主持人大家好。第三位是咱金代能源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张国兴。主持人、两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咱今仔日就要继续来讲到半导体。半导体呢，会使讲变做是咱即马全民大家真注目，唔单是台湾啊，全世界也真注目。真侪情势，中国的竞争，美国的压力，美国的紧张，到底台积电在全球这个产业当中的领头地位是安怎来建立的？咱来看这个报道。台积电来自于先进制程的一个营收比重，我们估计到了明年的下半年的话，应该可以突破60%以上。今年台积电的总裁魏铁家郑水奎表示讲，台积电5奈米的量产已经到第3年，加起来生产200万片，全球的市占率是第1。8月营收公布超过2181亿的台票，比去年同期成长58.7%。今年1月到8月营收加起来是超过1兆4301亿，比去年成长4成以上，创历史新高。今年3奈米制程的一个导入，它的客户包含了苹果、Intel 的 HPC 的相关的客户，营收的推升，就是说站在比较乐观的状况。国际研调机构 IC Insights 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前3大的半导体产业第2季的营收三升大约是226亿的美金。暂时排第1，台积电第2季181亿排第2 ，Intel 148亿排第3。但是最近消费性的电子需求减，记忆体继续一直落来。三星是全球记忆体上大厂，营收是受到真大的影响。按第3季三星的营收，一季减了2成。台积电第3季的营收按有可能超过200亿美金，一季增加11%，颠倒超过3成比龙头。三星在出 memory 价格跌，三星的营收会影响。但是台积电呢，它的客户呢价格完全没跌，它现在先进制程还是蛮窄。不过，半导体研究分析师认为讲，三星集团事业体真大，有记忆体、面板、晶圆代工，还有电子产品等等。那敢若看晶圆代工本来就输台积电，但是三星是推测3奈米，比台积电动作紧1季，只是物件的量度是比袂着台积电，较无受到市场的介意。台积电爱稳做龙头厂，可能要等到2025年2奈米量产了后才知。记者综合报道。咱今日节目呢，要开始来故事，要来请来宾。要来想中，要来讲这个故事的时阵，我有咧想，其实呢，大家都真熟悉讲台积电就是这个晶片安怎。但是事实上，真侪人看无这内面这产业的这个切的这个真侪关系。所以今日邀请到3位真正是专家啦。讲到这个台积电先来讲这台积电是安怎开始的。先来请这个张教授来甲咱简单来讲者。一开始咱这个半导体的技术是为美国来无唔对，毋过其实美国一开始伊这个在教咱这个技术，毋是国家级的，毋是讲咱去对还是美国政府叫人讲你得去对学就好啊，毋是无这么简单。一开始要学的时阵其实是足辛苦的因为全世界拢真正是无好找过了咧找咱咧找讲咱好不容易有找到讲一寡，迄个像一寡伫美国的一寡人士过因着透过各种的关系拜托迄个时阵的RCA 公司来教咱即个技术。迄个时阵咱台湾就派出迄个工研院就派出几个专家来去美国去学这段一开始的技术，学转来了后，靠伫咱台湾的心得迄个时阵伫工研院。
伫遐边啊开始即个半导体计划开始。但是开去咱所在嘛，毋是一开始就真顺利啦。是啊是啊。啊，就慢慢啊，一个。阮在现场吼，咱副董事长吼，实际上是参与着即个半导体来开始吼，来请即个副董事长来看。来，迄阵时你家己参与着即个产业的时阵，以及咱就真好奇啊，即个半导体的即个基础，因为产业一定要有基础才会当来做嘛吼。这到底是安怎？是。这个我是1996年开始伫四牛在做半导体啦。啊，迄阵的半导体公司其实伊拢做两项，就是讲伊会做设计，啊，佮会做这个晶圆代工，伊拢有半导体厂，设计换设计安尼。无设计嘛有，因迄阵是拢是综合，就是讲半导体其实就两个部分，一个是设计，啊，另外一个是制定，做这个晶圆。啊，迄阵诶半导体厂半导体公司，伊拢这两项拢做，啊，迄阵老实讲，台积电伊嘛才拄好开始无偌久，所以迄阵你若讲1996年，迄阵全世界的世界大厂，伊逐年拢有公布啦，然后10个上大的世界的半导体的大厂。台积电是无伫内底，佫排不来。迄当然，这个 Intel 伊一直拢排第一名啦，排第一名。啊，尾啊，因为这个半导体，伊这个制定，这个机器的设备愈来愈贵，愈来愈贵。啊，有真侪小公司伊成立的时阵，伊无一定迄个资本投入去买这个半导体制程，也是讲去设这个半导体的厂。所以慢慢啊，有一寡公司，伊就是讲啊，我就做设计就好。我莫做这个生产的部分我来互台积电来代工，所以台积电就是因为安尼慢慢啊起来，慢慢起来，啊，过来，这个是一个你要讲良性循环也好，讲恶性循环也好啦，因为伊安尼起来了后，伊就搁较侪钱，搁去投入先进的技术，啊，愈来愈侪公司，因为这个半导体的产品愈来愈多元化。公司就愈侪，应用的所在愈来愈侪，应用的所在愈来愈侪，所以做设计公司愈来愈侪，啊，有制定的公司就愈来愈少，啊，有一寡公司伊本来嘛有制定，嘛有在生产，但是因为到尾啊，这生产的成本高了，伊嘛慢慢啊，台积电代工，包括我2005年去上班的迄个 Freescale Semiconductor，伊就是较早摩托罗拉的。半导体厂，半导体厂爱分出来，拄开始去的时候，我伫遐上班的时候，有全世界有10几个半导体厂，啊，但是阮2006年，因为我喺做咱即摆当咧讲物联网 IoT 的迄个 IC， 迄阵时就开始啊，迄阵就开始啊，啊，迄阵阮是要用迄个，咱即摆咧讲3奈米啦，2奈米，阮迄阵想要用13奈米。2006年13奈米就真先进啦，啊，因为迄阵摩托罗拉家己的厂才有法度做到18奈米尔，所以阮迄个产品是迄阵 Freescale 第一个用台积电做代工。迄阵时，除了讲因伊的技术较先进以外，过来就是讲伊的迄个良率，你拄仔讲的，就是伊做出来物件无好的较少。良率足简单嘛，就是讲你做出来物件无好的较少。小等咱良率也请张教授来甲咱讲这第3个问题我来请教着玉珍姐咱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其实坎切真侪产业的真侪公司玉珍姐，你甲咱小介绍一下，尤其虽然有参与股市的人，大部分拢知啦。但是咱的观众朋友无一定大家拢是股市咧参与啦你甲咱小介绍一下。拄教授讲到这个半导体这个历史其实上早对咱讲的工业院咱派足侪人去美国学习迄个时阵其实上头啊，大家较熟悉，应该就是即马最近较有咧上媒体曹新成老曹，搁有包括史清泰啊，搁即马尾仔伫咧台积电做即个副董事长的即个曾凡成遮的人拢是但是咧迄个时阵当然联电较早联电较早了，因为咱看即个股市的迄个号码联电是2303伊就即个等于讲电子股内面的第3间2303台积电呢是到
1994年的时阵吼，伊排的是2330吼，就是第30间。所以你看这个定数，你就知影讲吼，台积电较后壁吼，较后壁当时因为咱的李国鼎先生吼，去美国将这个张忠谋甲请倒转来吼，请倒转来才专心。来互伊换即个台积电哦，但是大多咱讲着讲吼，到即个因为到要挖2000年迄个时阵吼，因为足侪间拢开始咧做啊，吼，包括咱讲中国吼嘛，包括有中芯半导体，遮拢想要开始做即个晶圆代工吼。啊，迄个时阵咱有特别动讲吼，台湾的公司袂使去，袂使过吼啊，但是联电吼，迄个曹新成吼，伊就心肝底足毋情愿的。伊感觉讲吼，台湾半导体即个计划是我写的吼，啊是安那大家拢讲张忠谋吼，伊是即个半导体的教父吼，所以伊就心肝底足袂欢喜的安尼。伊感觉讲这物件是我写的啊吼，所以我若无去拍中国市场吼。无法度通好互联电吼，超关哦，所以伊若要拼过台积电，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所以伊才有去投资这个核感。啊，这个核感投资了，才发现讲啊，中国这个无可能啊，因为迄个时阵中芯包括咱台湾台积电有一个张汝京嘛吼，大家拢咧唬人。吼啊！但是迄个时阵，咱台湾这个股票公司内面，大家看到就是联电吼、台积电啊。但是国外来讲，因为三星伫后壁咧对吼，啊，迄个时阵足厉害的是英特尔。哦，美国的上大的公司，英特尔对这个部分足厉害，但是大多咱这个副董事长嘛有讲到，讲尾后壁要开始研究这个制定的时阵吼，到底你要做市场吼，你去行去到中国大陆，包括手机啊要起来吼，包括电脑要起来了。才会你到底是要运用伫个成熟的制定内面，还是讲吼，你要研究这个先进的物件吼？达到我研究到尾啊吼，英特尔伊本身就做电脑吼，所以伊尾啊无搁进一步去做这个制定的研究。啊，台湾因为伫台积电辅导啊个咱的工研院吼，啊个台湾大学电机学院内面，其实去专心研究这个制定。所以台湾的这个制定变成先进的制定内面，达到我行出一条路，就是世界第一吼。因为这世界第一，你若去到像联电去到中国吼，啊像三星，因其实拢无在条对甲到吼。因为这有包括足侪技术的，包括日本吼，日本的这个伊有一个激光的技术吼，啊包括艾斯摩尔，因遮的零件吼。咱就在另外来讲到艾斯摩尔。对，所以这我是讲吼，台湾这个部分就是制定尾啊吼，因为国外这个公司因所研究的这个技术，甲咱配合，所以咱的制定才做到即马台积电哦，像咱大多有看到新闻讲吼，即马算讲伫个先进制定内面，占的是世界第一吼，所以到今年为止的这个营收会当到1条4亿外4000外亿这个数字，所以应该来讲，即马是台积电发光发热的时阵啊，所以。全世界即马才个国家要对吼，包括你看三星为着要对台积电吼，去将因的头家李在镕放出来，伊放出来就是为着啥？伊就是为着讲李在镕去关迄几年吼，制定的研究已经差台积电已经扭足远的啊，所以伊才会甲放出来，为着韩国要对咱的半导体的这个技术，所以这就是咱即马台积电互咱感觉讲，有伊伫咧。护国神山，包括咱买袂到疫苗的时阵，全世界拢讲啊，靠台积电啦，台积电若有在调送疫苗去送即个晶片吼，去换咱的即个疫苗吼，德国一定会买单，因为德国是做汽车，所以才会当行到即马即个地位。咱今日讲的主题吼真济，包括着讲吼，伊是安怎呢？遮厉害啊！厉害的过程当中吼，佮牵了其他的产业吼，而且。佫有头拄玉珍姐也讲着中国的竞争，吼，尤其即个政权对咱毋是真友善。首先，咱来先来讲吼，头拄玉珍姐也讲着，副党也讲着，什么叫做良率呢？良率，这个良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咱来请这个张教授来甲咱解说一下。咱良率吼，其实就是咧讲
我一片内底，哦，假设我一片内底有一片内底有足侪片，即个足侪晶片，足侪晶片。那这晶片内底呢，我内底假设我有100个晶片，内底呢一定有好的甲歹。假设好的呢有90个是好的，啊有边啊可能做啊较袂遐好的，哦，迄10个是有问题，所以咱的良率就是90%，哦，啊所以呢就是我好的晶片除以我拢总有几片，安尼加起来就是算出来我的良率是偌济。啊，毋过我这个良率咧算呢，毋是干那讲我做算这片啊，毋是干那算这片尔。啊，问题是我咧做这片，毋是干那讲我做这个制定尔，毋是哦，毋是一站尔，是我拢总咧做，可能是几啊10站、几啊100站，拢总全部为头一开始入去，甲全部所有的制定做到了，一步全部做到了，全部会好的甲歹，所以咱咧算的就是讲，我原底假设讲是99%的良率，吼，99%的良率，就是讲，有100个内底有一个是歹的，安尼应该是99分，足厉害啊！啊，毋过你其实你去照去算吼，99%我做制定有600个制定，结果算出来0.24%。啊，这会合格袂？这绝对是了钱了甲，这还佫袂使。袂使，咱真正一般的要产品出去的良率，上无拢爱7成8成以上。哦，这就袂使0.99啊，这个0.9999999安尼救落去才会使呢。所以咱咧讲的就是讲，哦，我毋是讲即间平常时咧想的，我考99分可会使，袂使。你爱基本上是袂当有任何的错误。像伊这咧算拢是咧算，我100万内底。有偌济错，迄个有问题尔，100万内底诶，即个，所以我的良率爱非常非常的好。哦，啊，这要来请教着副董事长，你家己实际有参与着吼，这个良率是安怎爱来追求？啊，有通做到0.9999999。这吼，这个良率的迄个改善啦，吼，提高，这其实牵涉足侪技术的。吼，统计累算，吼，你安怎统计？啊，过来你材料，吼，过来有一项咱台湾的优势，吼，除了咱拄则讲的，拄则这个蔡小姐有讲啊，咱嘛投入足侪迄个金钱伫这个制定，吼的研究，还有一项是咱人的素质，吼，你工程师的素质，工程师敬业的精神。吼，所以其实像你拄则有咧讲，像这个蔡小姐伊有咧讲嘛，讲中国其实伫1998年、99年开始，伊即个中芯半导体开始起来。啊，我当人都伫4股，迄阵若去参加即个研讨会吼，美国的所有的半导体专家拢讲，10年内底，中国的半导体是全世界上用的，吼，因为有钱，国家扶持，吼，但是10年过，你看。是台积电是全世界上用，因为咱人民的素质，因为咱工程师的用心，吼，我想这也是台湾一个优势，吼，台湾一个优势。你看咱即摆各行各业，因为咱的人民的教育水准好，吼，啊，咱的人民的素质好，啊，所以你看咱真侪产业，其实咱能做得足好的，吼，只是讲台湾较大的问题就是讲这个市场，吼，市场，啊，所以这对规个半导体，这是台湾一个。产业成功一个真好的例，啊！你拄则讲，咱要安怎国家这个复制去另外一个产业，老实讲无简单，无简单。即咱小等来讲吼，我要请教着玉珍姐吼，即几间公司因为台积电来带动吼，或者是讲因为通来互相帮衬吼，即几间公司一定。顶游、中游、甲下游，你会甲咱小可小解一下。应该安尼来介绍吼，就是讲，我顶游头顶吼是负责要设计这个产品吼，啊，因爱有一寡零件，互即个半导体即个公司来负责设计，所以设计即个服务吼。当然嘛，有一寡包括咱看到讲吼的群联力旺吼，这拢是等于讲我会使替你代工来做这个代志吼。设计嘿，到要制作吼，我设计好了，我要开始成熟的物件，那国外比如讲电动车吼，还是讲这个苹果吼，还是特斯拉哦，我要爱这个物件，我这边的特斯拉的车，我爱安那来设计了，要
到中午我要来制作吼，制作这个晶圆的这个方面吼，啊，我就除了就是包括你要有一寡像咱咧讲的，即马是第2代吼，细晶圆，啊，到第3代砷化钾吼，啊，第3代像汉雷即马咧做的讲，哦，这是叫做砷化钾吼，啊，这到底碳化系啦吼，这到底是有等于讲吼，要安怎来制作，迄因公司家己才会知影吼，但是伫咧中游内面吼，就因包括讲吼，生产制作了，啊，我设计好，我爱个来试看卖啊，试看讲，这个技术就是良率啦吼，包括讲，我的良率有够这个标准无吼，所以有一寡爱做测试哦，啊个像光照啦吼，这要甲你封装起来吼，你制作了，你就爱甲封装起来嘛吼，所以这就是要制作半导体中央所牵涉的一寡公司。是。嘿啊，包括下游吼，其实咱来讲这个半导体吼，像台积电要去美国，其实伊毋是干那一间公司去，咱讲台积电一间去啊开3000几亿，其实伊出来是上游就是头顶啊中个下骹遮全部拢爱带去，所以最近咱伫个即个咱的迄个世贸吼咧展览。都有包括头顶、中个下骹遮的公司，全部因咧做啥，拢有甲你介绍甲足清楚的。啊，咱台湾即个方面，遮个公司，咱上市公司内面哦，会当行落国际上，互大家讲吼，啊，你特斯拉要用的物件，我甲你设计；你英特尔要用的物件，你英飞凌要用的物件，我会当甲你用头顶遮个材料拢互你吼。咱台湾会当行出去国际的公司，大概上100间。吼，啊，遮上100间遮个公司吼，敢若旧年，吼，敢若旧年要用即个车用的遮个吼，敢若旧年就做甲超过3000亿，所以台湾伫即个方面，大家讲，是毋是就是讲护国神山，毋是敢若一间台积电，毋是一粒山尔，毋是一粒山，是护国群山，群山。群山就是讲啊，这台积电伫头顶，但是吼，包括什么光照啦，吼啊，什么和大啦，什么都遮个供应链，遮个公司吼，对头顶中介下骹全部拢甲做伙，所以才会互大家讲吼，其实台湾的半导体的公司会当徛伫世界上，互全世界若一间台积电伊的半导体袂当供应。你讲还佫讲袂煞呢吼，这下游还佫有方式。还有个迄足济的，这个公司吼，你若有伫上市公司内面，你咧研究就知影讲哦，这内面呢佫有分工，你是智慧型手机的，比如讲你是用伫手机啊头顶的这个晶片，啊是你是要用伫车头顶的吼，因为车即摆是全世界上重要车用的这个晶片吼，所以这全世界即摆那台湾哦，大家讲。台积电无在调供应哦，比如讲阿强啊，若要拍要来抢咱的台积电哦，啊是毋是讲哦停产了，全世界汽车公司拢爱停掉？应该是有甲即个实力，会甲即个实力，所以即马包括咱看到讲最近咧展览的吼，这个公司你看伊大家拢爱看上的眼色，大家拢爱看。台积电即卖的眼色，看伊有在调，照正常来供应无？好，所以大家才会感觉讲吼，包括台积电的股价，吼，台积电的股价表现了安那？吼，啊，台积电伊的先进的技术内面，最近讲有先进的技术有几啊迄个安怎讲？就是伊的迄个设备吼，暂时休困。暂时休困哦，大家会惊到。有暂时休困，这边是讲吼，世界需求有淡薄啊停起来，吼，包括乌俄战争，包括这个代志有淡薄啊停起来，所以你看全世界的股票拢咧落，都是因为台积电伊有几台先进的机器休困，表示讲无遮尔啊热，吼，所以这是一个指标的意思。是，咱头也讲着吼，其实台积电毋是通讲哦，自此就通高进无忧哦。吼，技术副董也讲过，技术咧不断咧进步，不进则退，吼。啊，但是三星也伫后面入，到底三星甲台积电因的竞争，以及甲中国互相之间安怎竞争？咱来看这个报道。在实施经济胁迫的，就是中国。
世界经贸秩序的这个伤害是很大的。经贸总谈判代表郑金忠宣布正式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商谈判。伊讲未来透过双方签署协议，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共同对抗中国经济协议，加上美国晶片法案通过。那台美半导体产业连接更加深，也吸引更加多外国市场为设备厂商投资布局。荷商艾斯摩尔、日本的信越化学、三菱瓦斯，以及美商英特格及德商的默克，都持续投资在台湾。美国最近提议联手半导体强国台美日韩做新晶片联名，却不否，互看作是对抗中国引爆科技战。也毋过南韩瓦靠对中贸易，佮三星电子投资中国规模大，伫西安的继续提抢，占总产能4成。即马中美科技战白热化，面临选边站，互南韩陷入两难。三星的营收基本上就是台积电的4倍，除了制造以外，它还有很多终端产品，它必须要销到全世界各地。那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它考虑的东西可能不会只是从产业链的角度。台湾南韩来比较，2021年半导体产值，南韩大约1050亿美金，台湾大约是1456亿美金。半导体产值是全球第2，佮看台积电去年营收大约是568亿美金，三星电子集团合并营收有2140亿美金，是台积电营收10倍。我们的电子五哥、电子十雄，乃至于说像印刷电路板，一些台湾在全球市占率非常高的产品，那的产能基本上都还是在对岸。南韩7月科技产品外销出现2年来头一摆落波，分析师表示，台湾前环代工全球市占第1 ，IC 设计全球市占第2，美中两强科技对抗白热化，未来市场恐惊分组美中两大阵营了。记者综合报道。咱在影片当中也看到，三星伫后面，甚至他都医生也讲，甲因上重要的即个伫农啊来的即个领导者也甲放出来。要来竞争，到底咱甲台积电甲三星的这个竞争的故事请副党来甲咱说明者。是，我想这个三星伊一直拢是一个足重要的迄个 player 啦，迄个算讲对手半导体内底是一个一直拢一个足重要的对手。我以韩国的国情甲咱其实啦较接近，所以这个竞争的对手我是感觉讲对台积电来讲，爱甲当做这是一个良师益友啦，就是讲有伊的存在，会督促这台积电好好搁向前行啦，所以我感觉讲伊嘛无可能做咱的朋友，台积电应该是爱保持，看要安怎甲竞争。目前台积电也是比三星较好啦，也是占优势，要安怎保持这个优势？我想。迄个台积电内底人高人真济啦，因为我都想办法要保持这个优势。我感觉较重要的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讲美国，伊即摆开始半导体，因为这个半导体对规个国家的产业来讲非常的重要。就拄则这个蔡小姐讲的，足济应用拢爱用半导体，所以美国伊即摆开始有想要甲这个一寡半导体的制造诱导美国。伫这个情形下，台积电。包括台湾，你规个半导体策略，要安怎伫这个变局内底，佮继续可发生存落，台积电佮继续保持伊这个护国神山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台积电爱做，咱国家嘛爱用心帮忙台积电达到这个目标。这一个另外一个是中国，你讲的无毋对，中国的伊一直想要甲台湾，伊看台湾伊一直想要摕这个台积电，还是讲摕台湾。一直甲台湾当作是一个竞争的对手，遐大国家，咱遮小国家，结果咱一个产业比因加好。我讲这伊是足挡袂了的代志啦，所以伊对个国家长远的发展来讲，伊嘛是挡袂了。伊袂用心款的策略，我感觉这台积电嘛是爱好好去注意，要安怎讲，互中国无法度。伊当然伊会想办法要甲台积电竞争，台积电安怎保持伊这个优势。我感觉这两个是台积电爱好好去注意的所在。前几日我读到一篇文章咧讲到中国对着这个晶片的布局、半导体的布局，讲起来是敢若拢用迄个人海战术啊。是。我会抢足济，我用成色的制定，这抢足济。反正呢，
30几间，我上无内面扣2间啊，较会使的吼。啊，伊若成熟，啊用较低这介绍，甲你讲好死。其他的人吼，你袂当生存，吼，啊内面甲培养，伊真侪产业其实拢是安尼哦。玉珍姐。是，其实吼，中国一直感觉讲吼，伊即个部分也当有家己的半导体的即个产业出现啦，吼，所以你看，对中芯吼，啊到你看武汉的风车啦，吼，即你若看到一个草梨吼，啊下骹一个新的吼，大概就是因要发展半导体的这个公司啦。吼啊，但是咧，大家拢知影讲，看到新闻是，即间公司吼，佮开几啊千亿，啊，佮关起来吼。包括对武汉走去到广州的即个就是风车这个公司吼，啊，台湾嘛有足侪人叫用去的。包括过去讲有一间公司伫咧即个新竹吼，讲是咱的即个第3代半导体的杜角秀吼，有无？迄间公司嘿，杜角秀，迄间叫做汉芯科技吼。啊，讲啊，咱即个工业院吼，工业院甲辅导，辅导了，啊，伫台湾遮做公司的人吼，拢忽然间无去，啊，变成走去上海吼。咱嘛讲啊，咱是毋是有一个杜角秀去用掠去啊吼？咱有咧讨论这个代志，就是讲这意思是。中国迄个部分，若看到台湾有较好的公司，若有较新的技术，吼，伊讲这是第3代，伊就想要来买，来甲扭去，吼，这是中国拢无时间停起来，绝对要对咱台湾的即个技术，吼，包括台积电，伊嘛将咱的即个蒋尚义、蒋爸，吼，叫去遐甲换伊的公司，是，吼啊，所以中芯换甲包括伊参梁孟松袂下，吼啊。2个人，伊嘛是要变看卖啊。对因来讲，这可能是良性的竞争啊。我看你梁孟松较高，还是蒋尚义较高，吼。啊，结果尾啊2个就一山不容二虎安尼。啊，但是你看即马吼，最近包括台湾一寡公司，伊嘛要甲扭落去做伙吼。我讲的是包括郭台铭的即个工业互联网。吼，工业互联网伊本来做的是即个网络嘛，但是工业互联网尾啊，伊存伫咧中国大陆大概有100亿的即个操作，吼，大概98亿。啊，结果吼，伊无要出来，了，伊甲用一个基金，吼，啊，即个基金叫做兴维基金，吼，兴维基金，即个基金咧。在一个广州吼，伊广州算包括东莞遮吼，是算要发展半导体的即个中心啦。吼啊，所以伊伫遮再用一个中心，讲啊，全中国吼20-30间的即半导体的公司，嘿，拢围起，若有欠钱吼，我甲恁供应，吼啊，即间若做了袂起来，你遮的技术啥，我会当甲你转去北京，吼，所以伊就有一个叫做类似控股公司。吼，来控制中国遮即30几间的半导体。这算是国家队啊，呢吼。算国家队，啊，这个国家队内面吼，伊遮即马佫有一间叫做智广芯，吼，地光芯，吼。啊，这间地光芯咧，尾啊，咱的郭台铭的 FII 工业互联网，再去将钱放落去伊的即个公司，啊，才要发展讲哦，这叫做新的职工，吼，这就是伊不管当时。伊只要有机会，无所不及，想要安尼个做连接。啊，为什么伊会当要去救郭台铭？因为咱知影讲吼，伊要发展的是郭台铭伫台湾要发展的电动车的联名叫做 MIH 吼，电动车联名。啊，伊若伫中国吼，郭台铭心肝底上讨厌的即个敌人叫做啥？叫做比亚迪，对无？所以我若救你。啊，我来参比亚迪竞争，嘛是另外一个半导体车用的一个联名内面上重要的台湾这个生意人叫做郭台铭，所以这嘛是伊要做的，所以应该是讲吼无所不在，只要有机会，伊会当扭，伊当扭人个扭钱，伊全部拢袂放弃。这部分我小补充咧，就是讲你对影讲这个问题啦吼，我是感觉讲。你讲吼，伊要用量来取胜啦，吼。啊，伫这方面，伊其他产业可能有法度，比如讲你这个电池、电芯，伊有法度用量来取胜，因为伊有这个市场规模。但是半导体这个物件吼，你是技术吼，啊，搁你迄个精密足重要的。也是技术本位啦。技术本位吼，啊，搁精密，啊，搁你这个制定人的素质。所以我感觉台积电伊只要有法度保持伊这个先进的技术，
伊就唔惊中国竞争。当然，你有一寡市场你也互人嘛，你无可能大项拢要食嘛。哦，有较下游的市场，互中国无要紧。啊，但是你要保持你先进的制定，你先进的技术，安尼台积电都永远有法保有伊领导。你讲的时阵吼，张教授一直点头哈。我来请张教授吼来讲。听讲吼，中国已经开始咱做7奈米吼，即个所谓即个晶片的分水岭吼，就是从此开始，伊就开始有通进较先进的制定，这敢有可能？其实哦，这其实是7奈米是伊原底干啊，咱拄搭等者讲阿斯莫吼，这间公司吼，因为即摆咱咧做这制定吼，做半导体制定内底上重要就是这间公司伊的光刻机，伊的迄个。光刻机啦，光刻机的设备，啊，伊这个设备吼，即摆大家拢知影讲，伊先进的部分先进的机器呢，基本上美国拢无爱互伊卖中国大陆，吼，啊，所以要甲禁止，嘿，拢甲禁止起来，拢袂当卖，吼，啊，所以咧，因会当用的就是因摆较早买，啊，较早买伊这个机器叫做 DUV， 较巨型的机器。哦，较巨型 ，DUV 这较巨，啊新的这 EUV 就是地谱啦，吼，较深较深的，啊新的这是 E 啊，嘿，伊这 E 是较新型的 ，extremely， 嘿，伊这就是G，伊的迄个曝光的，伊上即摆是上界先进的，啊，即摆呢，伊中国进前买的是这 DUV 的部分，啊，这 DUV 呢，伊照伊迄个设备的规格来讲吼，上界厉害，就是敢若会当做到7奈米尔。哦，就是这7奈米。啊，所以就是进前讲有美国的迄个专门的公司发现讲，中芯半导体伊咧卖出来，那开始咧做这，大家惊一个，大家想讲哦，原底会当做，哦，你会当做。是不是做10几，嘿，会当做10几就足厉害啊！结果竟然发现伊会当做到7奈米，其实毋是，因为是即个设备。伊原底伊个规格内底吼，伊就写讲，你会当上界，你会当上界厉害，会当做到7奈米。问题是讲，第一点良率会较差，第二点你咧做，你加做几啊遍，所以你成本就会加足悬。哦。所以即个问题来讲，会当做出来袂？会。啊，毋过问题是。张副党就讲，毋是讲你人海战术用价效你就通做啦。对啊。所以无遐简单。无遐尼简单。啊，所以咱安尼来看，就是讲。伊会当做出来袂？会，问题是有法度去做7奈米搁较细无？无可能，伊也无即台 EUV。无即台，嘿，因为啊，即台卖袂伊，即台美国禁止，所以全部拢袂使。医生姐，你甲咱介绍一下，这 ASML 伊是倒位来的公司啊？这间是荷兰的公司吼。荷兰的公司。荷兰的公司，但是伊即个大多啊教授有讲吼，就是伊要你要做即个半导体的技术吼，你就要有即种叫做极紫外光吼。这是算上新的，吼，上新的，所以我就拄仔讲吼，台积电最近的股价受到这个影响，就是讲台积电宣布有4台，有4只的这个 EUV 的机器吼，暂时休困，就是无用到遮去，所以才讲。股价最近有淡薄停掉咧吼，就是这个 EUV 这种先进技术的这个机械吼，台积电即马有4台休困哦，啊，台积电即马这个良率，伊的良率这个部分是做了足好的，所以包括你讲中国会当做7奈米的吼，3星嘛对我讲吼，啊，我即马已经有3奈米啊啦，吼啊，但是嘛是共款，大家嘛咧怀疑讲3星的3奈米。其实你的良率嘛是无好，吼。虽然咱即马才伫台积电宣布讲，我高雄吼开即马动土嘛，吼，就是要做3奈米，就是要做3奈米，吼。所以伊即马就要呛声，讲吼，你看啦，台积电伫高雄吼，即马才要起抢，你即马才咧动土啦，我已经做好啊，吼。所以大家拢会伫遐用画的，为什么要安尼画？要画订单。就是讲，我先发先赢，所以我才有3奈米的。啊，你若有需要订单要落的时阵哦，你也来找我。吼，这就是一种动作，但是伊的良率、伊的成熟的这个技术，吼，讲到3奈米的哦，你讲3星有在调讲啊，我取代台积电啊来做世界这个订单无？大家这个半导体研究的这个行业内面的人，拢感觉讲吼，这是虚晃一招的啦，无真正。虚晃一招。这吼，我想就是这个蔡小姐讲的竞争啦，吼，啊有当时啊一寡代志爱讲
讲较多这点嘛，爱讲较大声这宣传吼，这真正常啦。其实咱对样咧讲，这个半导体也有一项吼，拢无讲到。咱讲的拢讲这个制定这部分，我这咧讲设计啦吼。对中国，其实中国伊即摆嘛有足侪做设计，啊，什么是设计的厂？就像拄则这个蔡小姐咧讲的，讲啊，你做这个你 IC 有足侪种啊，半导体有足侪种啊，汽车半导体吼，啊，有汽车半导体的公司做物联网，有物联网做半导体的公司，啊，因去做这设计，啊，要设计 IC， 你要甲一个足复杂的物件，甲放伫一个足细的所在头顶，上重要是啥？是一个软体，设计软体啊，吼，啊，这设计软体目前先进技术拢是伫中国，啊，无伫美国啦，吼，先进的公司拢伫美国。啊，较早中国伊伫设计公司吼，用这软体时吼，有当时伊拢无共迄个，无照部来啦，无用 license， 无共付迄个，偷的啦，就是无付钱伫共使用啦，吼。啊，中国无美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摆吼美国开始要甲伊严格禁止，甲缩起来，所以即个物件发展落，其实对中国不但是伊即个制定即部分会有影响。包括伊设计半导体设计这个产业来讲，嘛影响真大。所以其实中国吼做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哦，是爱好好甲大家斗阵啦。国家要发展，好气生财哦，无就真正大家为开拍。哦，要来发展这个半导体产业，无遐简单。我感觉即马这个气候吼。看起来，中国甲美国吼，为着这个半导体吼，这科技已经是对中美的贸易战争，甲即马晶片法案，甲即马台湾政策法案吼，其实已经是切开啊，就是势不两立。吼，所以中国是无可能讲我甲你照国际。阮他制作人伫耳空去甲我讲好气生财啦，若是冤家就烧台啦。对，所以即马看起来是已经对中美的贸易战争甲即马，嘿，已经是烧台的情形啊。所以即马晶片法案内面，你看佩洛西来台湾，伊包括来台湾了后去韩国，伊就是要甲这个四方联盟的国家，包括日本吼。日本最主要是，拄咱讲到荷兰的这个艾斯摩尔嘛吼。其实伊这艾斯摩尔这个叫做极紫外光这个微影技术吼。其实这个技术爱配合啥？配合东京大学的这个技术，所以伊这会当做甲1奈米。会当做甲1奈米算全世界上厉害啊！1奈米，所以毋是干那讲台积电嘛需要因遮，因才会来斗相共，对，所以才有四方联盟，才有4个国家要做伙来做这件代志。所以你看顶边佩洛西来的时阵，谁那都爱过去到韩国吼，韩国才会总统甲你立起来，对，伊是要看遮个代志，嘛是要甲遮个人讲吼，我参你联盟了后，我会互你补助，但是我补助的条件就是不准你去中国，我就是不准你去中国啊，所以哪有在调好气生财，因为中国都袂参你好气生财啊。激气就烧台啊，但是呢，咱讲到遮，但是有一个好声。讲到讲台积电吼，咱全台湾的这个产业哦，过度来集中，吼，这过度集中哦，唔那是影响到别个产业哦。即马是譬如讲南科啊，真侪少年囡仔吼，拢走去台积电要来应征啊，迄饭店的服务业拢无人咧做，这是一种现象。但是咱台湾的产业应不应该来分散呢？因为来分散，负担是。我想吼，这个饭店服务先歹做，去台积电这好代志啦，吼。但是若其他高科技的人才拢去台积电吸去吼，安尼这都毋是好代志啦。哦。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啦。目前台湾吼，都是讲上优秀的人伫台积电咧顾机啊啦。这当然对咱来讲，咱有这个护国神山，哦，对咱的产业，对咱的国防拢有帮忙。但是嘛是，我感觉国家嘛是爱想办法，看要安怎，甲这个人才会当较平均，吼较平均想办法。这当然产业界吼，这竞争嘛是足重要的啦。我感觉讲其他产业你要吸引好的人才。譬如讲什么产业会当来甲这个基础顶头，或者是讲另辟蹊径，找一条路。我即摆讲的吼，咱即摆目前。就是这个能源方面，咱当然讲能源转型嘛，吼，较早传统的电力，
传统电力已经无符合社会啊国际的需要，所以咱基本上讲，能源转型都是发电力零，煞咧要安怎用这资通讯或者电力使用较有效率，这方面有足侪新的生理出来，这新的生理出来，其实嘛需要真侪人才投入，我感觉这部分其实嘛有需要一寡人才会当来重视这个电力方面啦。当然，伫这个我感觉讲要吸引人才，这两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讲，你这个产业有前瞻性无？我去你遐做，我有未来无？有前景无？我去你遐做了，我有前景，我就会来投入。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我迄个逐个月你还薪水是无法过，生活过了袂介歹，这嘛是一个方向啦。我想这咱规个国家拢爱来思考，但是目前台积电对台湾也是非常的重要。我感觉讲咱嘛是最近有当时有人会咧讲哇水啦、电拢互吸去啦。对啊，教授你来讲，迄到底是用水用电用甲真凶，这样真歹嘛？其实像进前大家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台积电伊即马用的电，要占台湾可能5%，过了可能过几档啊，可能变10%。尤其高用的厂，但起起来讲，个用到10几%呢。对，就是大家拢惊这个问题。毋过所以迄个时阵，台积电嘛紧赶快讲，有一个澄清的报道出来讲，其实进前呢，工研院因有做一个研究，讲伊做出来，因为伊利用这制定做出来的晶片，会当讲伊也用1度电的迄个1度的电，会当互全世界省4度的电台。所以其实伊嘛是这种想法，伊嘛是因为伊嘛是有一个依据出来，所以就是讲要安怎讲另外一点就是讲，台积电伊其实嘛知影讲即马电的这个部分，所以包括讲伊家己本身即马绿电的部分，甲所谓伊这储能的部分，甚至于讲伊本身伊即马这能源产业伊家己厂内底要安怎去用上界省的电，上界省的电，譬如说像咱咧讲的，就是讲，万一我电力不稳的时阵，闭源来做，闭源免怎做，过就是讲，我这个在用电的部分，机内底机器机台，要安怎去省这个电，这个部分其实因拢一直在做，所以其实是拢一直拢在做这个部分的动作的。是，我使互大家看一个物件吼，就是讲，即马咱知影讲吼，包括半导体若讲过度集中吼，大家烦恼讲是毋是无电通用吼？其实即马有另外一个台湾，包括对台泥、台塑吼，拢开始咧做，包括台东嘛，拢咧做的即个物件，就是储能吼。即个储能的物件，大家看即个相片头顶吼，这就是电池哦，电池摆做伙。你看这台车，副导，你想较详细，你的专业哦。你拿这台车吼，这摆电池吼，就会当走1000公里。所以若台积电吼，你若讲你为着你工厂要用的电吼，你嘛会使用安尼，敢若像所有的电池储能拢摆做伙，这所有拢1度10度安尼摆做伙。所以吼，你若讲台积电，我后日啦会当用这个储能的设备，敢若像起一间厝，内面拢是储能的电池，我都唔惊全台湾讲电无够的时阵停起来，我马上会当家己供应。所以这是台积电有在调讲，后日啦，大要发展讲，是毋是一寡公司会当参与合作，来做这个做这个储能吼，就是讲我家己用我这个厂。我有一个家己的电源，我家己用我家己的电。对，这敢若像大家嘛讲有一个概念，就是讲敢若像这个航空母舰驶伫咧海上对无伊头顶的电，头顶的电毋是靠讲对上什么过迄就是真正的干净能源，就是最新的核能，这嘛是一种技术。我拄讲的这电池嘛是一种技术，就是即马这个工程要发展的时阵，拢爱去共一步去研究讲我电要哪来解决，所以会当做储能。这个储能到底是用电池，还是用这个干净的这个核电？这拢是身为护国神山的台积电，因嘛是有咧研究的物件。所以这唔乃是伊本身，伊带动了其他一个产能以及这新的行业副导。是，我想这个蔡小姐咧讲这储能储能本身伊是甲电藏起来啦，伊唔是创能啦，伊无法度生产电。这种储能会当
就是讲吼，你会当一段时间啦，超过1点钟、2点钟，临时无电吼，小用者会杀你啦。啊，你若时间比较久吼，可能都无法度发电。啊，对于台积电来讲，因是希望讲，伊即摆咧做的是讲，我来买锂电啦。吼，所以你看咱台湾即摆做侪锂电拢去哦，台积电买去，吼，伊买锂电，啊，因为电即个物件，伊家本身要发电吼，伊嘛要付出真侪成本，啊，有人爱去管理吼，所以即部分伊是较无爱去插啦，吼，但是伊嘛是了真侪时间咧帮忙台湾规个锂电的发展，啊，佮买即个锂电。我拄则要讲的就是讲啊，伊用真侪水，用真侪电，但是对台湾来讲重要。我台湾政府也是爱想办法。帮忙伊解决这个水、解决电的问题啦。啊，咱社会嘛爱正常的心来看待伊，就是讲咱这个老实讲，这无简单啦。你讲培养这个富国神山，收起来就真正打定诶。嘿，啊，但是咱就是讲爱好好互这个富国神山继续维持落，会进行下想办法。开出其他的这个产业，其他产业咱嘛甲扶持起来，吼，安尼互咱的规个产业、讲国家的经济会当较平衡。啊，人才嘛，不当时我甲你追问一下吼，是，咱还佫有啥物智慧电网啦，智慧电网是，啊，这其他这智慧电表啦，吼，啊，其他的产业，这敢有可能性变做是咱未来的这个明星产业之一？我想这是无法度啦，因为我家本身伫美国，我来做这吼，美国西方的社会人伊这方面拢做啊足好的，而且这个物件吼，智慧电表这个物件吼，甲这个电力公司。关系足大，像你外国做的物件，要卖去中国，几乎无可能。因为伊的规模性，唔是保护啦，保护电力产业是一个非常保护独断的产业啦。吼，倒是我是感觉讲，像咱咧讲这个物联网这部分，智慧城市，智慧交通，这部分我感觉会用去发展。还有咱最近咱这个台湾半导体真好。啊，即摆医学愈来甲即个科技愈来愈结合，吼，咱迄个医治甲半导体有关系医治，我感觉嘛，安怎讲？因为咱本身咱的半导体，咱 IC 做足好的嘛，吼，啊，即摆足侪医学拢是用即个科技资通讯来帮忙你即个病情的诊断，吼，佫较准，啊，佫较简单，吼，比如讲你用远端诊断。吼，你伫远的所在，你人免去病院，用做远端的诊断，啊，这种靠这个资通讯、靠半导体来帮忙，啊，像这方面的产业，我感觉台湾嘛会使你好好去发展。所以嘛是一个基础，对这头佫行落去。对哦，无唔对，无唔对。这是参半导体是结合的哦，表示讲吼，这个物件就是讲咱的即马包括 IC 设计，包括晶圆半导体遮吼，要发展伫对一个方面吼，会当互台湾的产业更较提升的这个问题嘛。所以咱大多要讲就讲，不管我是要用储能吼，还是要发展讲生物科技吼，生物科技内面做侪物件，其实嘛拢结合做伙啦，毋是讲啊，咱干那会当来研究。看对一支药啊，会当治啥物病？吼，即马咱用的拢是参就是咱拢参电脑吼，参这晶片拢结合做伙。互联网啦，吼 ，ITO 是。对，嘿，所以这是台湾这个方面哦，人才拢即马拢倒来伫台湾，吼，即马做侪人讲吼，咱台湾要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产业吼，已经超过咱过去咧看的这个美国的4股。哦，就是做侪人才拢转来台湾啊，所以你看到包括迄个YouTube 的创办人呐，吼，因拢转来台湾发展新的产业，因感觉讲我过去伫美国啊公司卖掉啊，赚足侪钱的，身躯饱饱啊，转来台湾拢咧发展遮的，就是大多咱讲的，就是包括物联网科技参加 IC 联合做伙，转来台湾，咱底下饱饱要转来台湾找这个机会，周教授。我嘛是其实共款认同迄个副总讲的吼，就是讲其实咱台湾即摆上爱强的，大家拢知影讲，就是这半导体也是这电子的行业的这规个产业，啊，毋是干那其实毋是干那一间尔，就亲像玉珍姐讲的，其实是伊是牵的规个拖拉库的规个产业，规个生态链拢有。啊，咱这是咱即摆上爱强的所在，所以其实咱是爱用咱上爱强的所在去做基础，去做这个基础，啊，过来延续哦，利用咱即马上介强的 ICT 产业
吼，这电子产业啊去找出来讲，这相关，亲像拄拿副总也讲的，远距医疗这个部分，甚至于呢，即摆嘛是够用 AI， 吼，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医生做无用，我医生要看迄个 X 光片，啊，问题是我要看迄爱判断爱时间该人工智慧的大数据，要安怎用这个 AI 来协助医生来判断这个部分，因为医生啊嘛是会忝啊，看唔到想要安怎，所以用 AI 来辅助来医疗来做这件代志，这也是一个足好的发展的所在。其实咱要安怎利用咱这迄个既有的这迄个基础，来找出来一个后一个下一个的富国深山。是啊，他本来想要叫玉珍姐规期把这股票的号码拢报出来。其实你若23内面